实在是穷得小气飞。
哦，哇哟，一只脚。姐啊！呀，表弟，你我本是表兄弟相称，这冤家两字从何失去呀？今天来再仔细的看一看。哦，今天来仔细的看看。哦，莫非的是茶？茶什么？哪里看的？哦，那里听是茶夫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哈呀！我说你是茶，你是茶什么？哪里看得？我说你是笑，你是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小姐啊，你不必道理，我真是茶来一小心。你是怎样的道词啊？冤家。为你把你。